有人說中國現在拿的是一戰美國的劇本，錯了，是大明的劇本。這話說出來很多人不愛聽，但只要稍微認真琢磨一下兩段歷史，你就會發現今天中國面臨的經濟格局和15到17世紀的大明朝相似得讓人脊背發涼。這不是牽強附會的類比，這是結構性的相似。某種經濟形態走到極致後的宿命輪迴。先說美國劇本為什麼不對？一戰那會兒的美國靠的是地理隔離的紅利，這東西沒法複製，純屬老天爺賞飯吃。歐亞大陸打成了一鍋粥，軍火商、鋼鐵商、紡織商往兩邊賣貨，賣得盆滿缽滿。美國本土沒被轟炸，沒被戰火蹂躪，工廠還能開足馬力生產，全世界的訂單都往美國跑。但這種繁榮是建立在別人打仗的基礎上的。1920年代，美國經濟起飛，靠的是歐洲被打爛的產能。美國承接了全球製造業，但打仗這事不會永遠打下去。1930年代，歐洲開始恢復。二戰打完，1945年軸心國投降。1950年代，歐洲和日本製造業復興，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就慢慢開始了。德日貨開始反噬美國市場，蘋果被狸咬了一口。所以美國的劇本本質是機會型劇本，運氣好撿了個流，但這個流不是你自己修的護城河，別人換過境來，你就得面對競爭。這是時間窗口的饋贈，不是核心能力的壁壘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戰美國的出口優勢建立在便宜上，便宜是可以替代的德國貨、英國貨、法國貨，在戰爭期間被炸沒了，戰後一旦恢復生產，價格優勢就沒了，美國貨能被替代。這是這個劇本最脆弱的地方。今天的中國不一樣，中國的優勢不是機會，是生態位。真正像大明的是不可替代性。什麼叫大明劇本？明嘉靖萬曆年間，歐洲人想買絲綢，只有中國產；想買瓷器，只有中國燒；想買茶葉，只有中國種。這三樣東西，全球只有中國能供貨。你拿白銀來換，不好意思，愛要不要？西班牙人開着大帆船跨越大西洋來買。葡萄牙人繞着非洲好望角來買，荷蘭人開着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來買萬里波圖，冒着沉船的風險，就為了買中國的絲綢、瓷器和茶葉。你問他們為什麼非買中國的？答案是別處真的沒有。英國人曾經嘗試在印度種茶，試了上百年才勉強成功。歐洲人曾經嘗試自己燒瓷器，燒出來的玩意兒只能叫粗糙的圖片絲綢。直到工業革命前，歐洲的絲綢質量和中國的比起來，就像地攤貨和奢侈品。達伽馬、麥哲倫、哥倫布這些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，表面上是去探索世界，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給歐洲貴族找中國貨的貨源。結果是什麼？結果是全球白銀往中國流。根據歷史學家統計，從明隆慶開關的1567年到崇禎年間，大約3.3億兩白銀流入中國。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？當時明代國內白銀年開採量只有8萬兩，也就是說，中國本土挖100年的白銀不如外國送來的多。全球白銀產量的大約1/3就這樣流進了大明，每年流入的白銀超過200萬兩，而中國自己只能挖8萬兩。你算算這個比例，海外輸入的白銀是本土開採的25倍。為什麼？因為沒得選。歐洲人有黃金，但缺白銀，而絲綢、瓷器、茶葉這3樣東西，全世界只有中國有。你想做生意，拿銀紙來。這不是價格戰，是壟斷，是我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，愛買不買的壟斷。明朝的大明券，官方白銀儲備和民間窖藏的白銀堆成了山。萬曆皇帝抄一個太監的家，能抄出白銀200萬兩，這還只是一個太監。當時全球一半以上的白銀都在中國境內流通，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。但這個白銀帝國有個致命的問題，銀紙堆成了山，刀卻沒磨一把。西班牙人在美洲挖礦賺了銀紙，回頭做艦隊搞殖民，殖民完了搶更多白銀。葡萄牙人賺了銀紙，繞好望角，開航線建據點，據點連成線，線連成面，變成海上帝國。明朝賺了銀紙，蓋了原子，納了品妃，最後白銀全爛在地窖裏。同樣是賺白銀，結局完全不同。今天的產業鏈集群本質上就是這種壟斷的現代版本。很多人以為中國的製造業優勢是便宜，錯啦，便宜是10年前的事啦。現在的東南亞、非洲、印度勞動力成本比中國還低。孟加拉的製衣工人月薪不到100美元，越南工廠的基本工資也就200多塊人民幣，比中國中西部地區便宜了一半還不止。
如果只是便宜，那訂單早就跑了。但為什麼沒跑？因為做出來這件事本身，中國做到了不可替代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，一部手機的幾千個零件，深圳東莞半徑50公里之內全部能配齊。你在越南設廠，螺絲釘要從中國進口；你在印度設廠，精密模具要從中國進口；你在墨西哥設廠，PCB 電路板要從中國進口。你在任何一個國家設廠，都逃不出中國供應鏈的五指山。這不是誇張，這是事實。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元件市場，1個小時內能配齊一部手機80%的零件。同樣的事情，在東南亞需要3天，在南亞需要1週，在非洲不好意思，很多東西壓根而沒有。這種配套密度，這種產業鏈協同效率，不是你砸錢建工廠能複製的。這是30年2代工人、無數中小企業在市場裏摸爬滾打磨合出來的生態。這叫產業集群，也叫不可複製的本土優勢。數據顯示，2026年1季度，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18.3%，佔出口總值超過60%。電動汽車出口同比暴漲77.5%，鋰電池50.4%，風力發電機組45.2%。一季度出口總值6.85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1.9%，貿易順差1.86萬億元。這不是靠便宜勞動力，這是靠整條產業鏈的技術壁壘和規模效應。最反常識的證據來了，人民幣升值了，但出口反而更好了。2026年以來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2.3%，換別的國家本幣升值2%，出口早就崩了。教科書上怎麼寫的？本幣升值不利於出口，升值10%，出口跌5%，這是基本經濟學原理。但中國不按教科書來，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長11.9%，以美元計價增長14.7%，人民幣升值2%，出口增長15%。你用匯率理論根本解釋不了這個現象，怎麼解釋？不可替代性，買家沒得選，替代供應商嘅代價比承受匯率損失還大。你去越南找代工，交期延長3倍，質量不穩定，驗貨合格率下降，這點匯率波動算個屁。買家寧願接受人民幣升值後的價格，也不願意承擔換供應商的風險。這是2026年1季度最硬的數據，人民幣升值2.3%，出口增長11.9%。這不是經濟學的勝利，是產業鏈完整度的勝利。這才是大明的劇本，不是便宜，是別處買不到。便宜是可以替代的，越南比你更便宜，緬甸比你更便宜，印度比你更便宜。資本沒有愛國心，哪兒便宜就往哪兒跑。10年前，阿迪達斯把工廠搬到東南亞，今天優衣庫也在搬，耐克也在搬。便宜這事兒，別人是能學的，但別處買不到，不一樣。這東西只有我能做，你離不開我。漲價你也得買，升值你也得買。你沒脾氣，你想自己做，行先投1000億建產業鏈，培養20年的工人，再花10年磨合供應鏈。等你弄好了，我的技術又迭代了3代。護城河和護城河不一樣，有的護城河防的是小偷，有的護城河防的是洪水。中國的產業鏈集群是那種能防洪水的護城河，但護城河只能防賊，防不了兵。大明的劇本走到這一步，該翻篇了。明朝賺了全世界的白銀，賺得盆滿缽滿。明中期到後期，全球白銀大約1/3都流進了中國。大明是當之無愧的貿易順差冠軍，但賺到手的真金白銀，沒有一條變成炮管，沒有一枚變成彈丸，沒有一分變成甲板上的鐵釘。西班牙人在美洲挖礦賺了銀紙，回頭做艦隊搞殖民；葡萄牙人賺了銀紙，繞好望角開航線建據點；荷蘭人賺了銀紙，成立東印度公司。用股份制度和現代金融的雛形，把貿易做成了一門科學。歐洲人拿着從全世界賺來的白銀，搞出了工業革命，搞出了近代科學，搞出了堅船利炮。明朝賺了銀紙，蓋了3大殿，養了百萬宗室，窖藏起來當傳家寶。結果是什麼？通縮崩盤。明末白銀流入量減少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日本德川幕府開始限制白銀出口。歐洲30年宗教戰爭影響了貿易航線。美洲白銀產量波動，貨幣供給隨之收縮，物價下跌，經濟蕭條。更要命的是，當你高度依賴外需結構，整個帝國的財政、稅收、流通，全都靠白銀外部需求。一旦萎縮，整個系統就開始內爆。你收不上稅，發不出軍餉，養不起兵，邊防就崩。遼東的女真人虎視眈眈，明軍卻連糧餉都發不出來。這就是明末的邊患。明朝的敗亡，從來不是因為窮，恰恰是因為富而不強。白銀帝國看着光鮮，實際上外強中乾，銀紙是流進來了，但沒有流進該流的。
地方沒有變成槍炮，沒有變成艦隊，沒有變成工業革命。等到女真人在關外崛起，明軍在遼東耗盡軍餉，帝國才發現自己賺到幾十年的錢全是紙面富貴，一打起來全完蛋。萬曆28年，公元1600年，這一年，明朝的 GDP 佔到了全球的34.6%，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經濟體。李稻葵團隊的經濟史研究用實物產量數據算出來的賬本清清楚楚，糧食、生鐵、絲綢、瓷器，全世界1/3的製造業產能在中國。西班牙人從美洲挖的白銀，葡萄牙人從非洲換的白銀，荷蘭人從印度撈的白銀，最後全流進了中國的庫房。歷史學家估算，從1550年到1644年，流入中國的海外白銀大約5.6億兩，相當於全球白銀總產量的15%到1/3。中國本土年開採白銀只有8萬兩，而每年淨流入超過200萬兩，海外的白銀是本土開採的25倍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就是全世界都在給大明打工，但與此同時，大明的軍隊正在爛掉。遼東，明朝最危險的邊疆。萬曆3大征剛打完，寧夏平叛花了200萬兩，援朝抗倭花了780萬兩，平定波州叛亂花了300多萬兩，三場大戰加起來1200多萬兩，白銀灰飛煙滅。這筆錢是什麼分量？萬曆年間，明朝中央財政年收入只有3000萬兩白銀。三大征等於把40%的國庫燒光了，但更致命的是，銀紙燒光了，兵也沒了。萬曆援朝戰爭打了7年，遼東鎮的精銳部隊在朝鮮死傷慘重。萬曆26年的報告觸目驚心，僅李如梅兄弟麾下就陣亡了2萬多人。萬曆28年，胡科都給侍中李應策上書，經過這場戰爭，遼東鎮堪戰的軍隊只剩4萬餘人，僅為額定兵員的一半沒了。遼東鎮原本額定兵力11萬人，實際上能用的一半都不到。更諷刺的是，這剩下的4萬人裏面，老弱病殘佔了大頭，人先精壯，士氣低落。士兵們調到援兵，皆伏地哀嚎，不願出關。被徵調去打仗，哭着喊着不想去。這不是傳說，這是明實錄，白紙黑字記下來的。1619年，薩爾滸之戰爆發，明朝集結了全國精銳宣撫，大同、山西、延綏、寧夏、甘肅、四川、浙江，全國能打的兵全調過去了。總兵力對外宣稱47萬，實際黃人宇估計8萬左右，加上葉赫和朝鮮的援軍約11萬人。後金有多少人？6萬，但這6萬人是努爾哈赤一手帶出來的8旗精銳，久經沙場，士氣高昂。明軍呢？糧餉不足，士氣低落，將帥不和。杜松和劉曾公、馬林和杜松互鬥，劉對楊寇怨恨還沒開打，自己人先叉起來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國庫已經見底。戶部尚書李宇華報告，太倉稅入只有389萬兩，稅出便餉381萬兩，剩下的各種開支約40萬兩，出已經倍於入，明晃晃的財政赤字。錢呢？萬曆皇帝的內庫裏堆着金山銀山，光是皇室婚禮就能花掉幾十萬兩。但面對300萬的軍費缺口，神宗陛下只願意從內庫拿出10萬兩白銀，10萬兩杯水車薪。徵調的遼餉每畝加3厘5毫，全國增收230萬兩。但這筆錢有一半被各級官員和將領層層克扣，真正發到士兵手裏的不足一半。遼東軍餉已經欠了3年，結果薩爾滸之戰5天之內，明軍3路全軍覆沒，杜松部全軍覆沒，杜松戰死；劉留部全軍覆沒，劉老戰死；馬林部全軍覆沒，馬林敗逃。只有李如柏一路因為行軍遲緩，保存了實力，但也損失慘重，明軍死傷約5萬人。後金繳獲大量軍用物資，11萬人打不過6萬人，5天3路崩盤。這一戰，明朝丟失了遼東的主動權，從此攻守易勢。後金從一個邊陲部落變成了能和明朝分庭抗禮的政權。薩爾滸的屍骨還沒埋乾淨。25年後，清軍入關了。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禎皇帝在梅山上吊。緊接着，多爾袞帶着不到10萬人的八旗兵入主中原，10萬，而明朝人口是多少？學者估計約1.5億到2億。滿清入關時的全部人口不到100萬，八旗兵不超過10萬，100萬人口的國家打敗了一個2億人口的國家。當然，這麼說太簡化了。明朝不是被滿清單獨打敗的，是被農民起義、後金入侵、財政崩潰、內憂外患一起壓垮的。但如果只看軍事維度，有一個事實觸目驚心：滿清以不到全國1%的人口建立了一個統一王朝。銀紙呢？大明的銀紙呢？
萬曆年間，那全球1/3的白銀，那些堆成山的窖藏，那些看起來富得流油的商業城鎮，最後都成了別人的戰利品。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15年裏寫得透徹：明朝的失敗不是皇帝的昏庸，不是大臣的腐敗，而是整個制度已經沒有能力將經濟資源轉化為軍事力量。白銀流入中國，但白銀沒有變成艦隊。鄭和七下西洋之後，明朝的航海活動戛然而止。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拿着白銀做出了無敵艦隊，建立了全球殖民體系。大明的白銀傳進了紫禁城的磚縫和藩王的糧倉。當葡萄牙商船掛着明朝的旗幟在東南亞橫行，當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建立起連接美洲和中國的貿易網絡，大明的白銀帝國只留下了一個字：盞富肥光烈。賺完銀紙，然後呢？沒有然後了。300年後，同樣的劇本又上演啦，只不過這一次，白銀換成了順差，絲綢瓷器換成了電池芯片，馬尼拉大帆船換成了集裝箱巨輪。今天的中國站在一個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，我們的產業鏈完整度已經高到了讓全球驚訝的程度。2026年一季度出口總值6.85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1.9%，貿易順差1.86萬億元，人民幣升值2.3%，出口反而增長15%，這是產業鏈完整度對匯率理論的勝利。但問題來了，貨做出來了，怎麼運出去？運出去了，誰來保證下次還能運？亞丁灣、索馬里海域，這裏是印度洋通往紅海的咽喉，每年航經商船數以萬計，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通道之一。2008年之前，這裏是海盜橫行的恐怖之海，一年之內30多艘船被劫，600多名船員被綁架。2008年12月26日，中國海軍首批護航編隊從三亞起航。從那一天開始到2023年，15年間，中國海軍連續派出45批護航編隊，累計150餘艘次艦艇，3.5萬餘名官兵執行護航任務，完成了1600多批7200餘艘中外船舶的護航任務，其中外國船舶超過50%，解救了遇險船舶近100艘。2011年利比亞內戰，徐州艦千里馳援，護送2000多名中國公民撤離。2015年也門衝突，臨沂艦、濰坊艦緊急撤僑，順帶把15個國家的279名公民也救了出來。2023年蘇丹內戰，南寧艦、微山湖艦從亞丁灣直撲蘇丹港，安全撤離中國公民940人，還順手撤走了231名外籍人員。這就是亞丁灣護航的意義，不是炫耀武力，是保駕護航；不是要把軍艦開到別人家門口耀武揚威，是要讓自己的商船在別人的家門口不被欺負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中國商船在亞丁灣需要海軍護航？因為商船沒有武裝，因為航線經過的地方如果沒有軍事力量的存在，商船就是待宰的羔羊。霍爾木茲海峽，另一個故事，這裏是全球約1/3海運石油的通道，是中東能源出口的咽喉要道。2026年，這個地方發生了劇變，伊朗宣布實施海峽管理協議，禁止微爾船隻通行，但給中國商船開了綠燈。30艘中國船隻，包括一艘31萬噸級的超級油輪，在伊朗革命衛隊的引導下，穿過海峽，安全通過。這看起來是好消息，但你仔細品一品這個場景，中國商船能夠通過霍爾木茲海峽，是因為伊朗放行，不是國際法保障的自由航行，是伊朗革命衛隊的批准。如果伊朗不批准呢？如果伊朗革命衛隊的快艇攔在航道前面呢？答案是你只能等着談判。你的瓷器再精美，你的產業鏈再完整，你的順差再漂亮，運油的船被堵在波斯灣裏，你就得面對能源價格暴漲。你在談判桌上的分量，取決於你艦隊能開多遠。這不是陰謀論，這是基本的地緣政治邏輯。所以，什麼是軍工投入？不是窮兵黷武，不是窮車極藥，不是浪費納稅人的錢，是產業鏈的保險費。這個保險保的不是軍費開支本身，而是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。你花1萬億做軍艦，保護的是每年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通道；你花1000億研發高超音速導彈，保護的是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能源進口航線；你花500億建設海外保障基地，保護的是一帶一路上數以萬計的中國工人和中國資產。這筆賬不能光算軍費，要算你保住了多少。福建艦2025年11月正式入列，這艘8萬餘噸的巨艦創造了3項世界紀錄：全球現役最大常規動力航母，首個實現電磁彈射實用化的非核動力航母，海事階段彈射系統故障率最低0.3%。福建艦的作戰半徑覆蓋第二島鏈，單日艦載機出動架次突破120架，
覆蓋海域約200萬平方公里，配合055型驅逐艦搭載的鷹擊負21高超音速導彈射程約1000公里，末端俯衝速度10馬赫，現有反導系統攔截成功率為0，整個第二島鏈內的水域都在打擊範圍之內。2025年11月5日，福建艦帶隊入列。同一天，中國海軍一次性接收了17萬噸的艦艇，一艘055型萬噸驅逐艦，2艘 52D 型驅逐艦，一艘075型兩棲攻擊艦，一艘 9803A 型補給艦，一艘電子偵察船法國費加羅布算了算，這17萬噸的噸位超過了德國海軍總規模的70%。一年之內，中國海軍新服役艦艇總噸位約35萬噸，創下單年入役噸位的歷史新高。現役艦艇數量已經超過370艘，到2030年有望突破500艘。而美國的造船業產能是多少？中國造船工業產能是美國的232倍。2024年，中國船舶員工量4818萬噸，佔全球52%，美國只有20.8萬噸。055型驅逐艦現役數量已達10艘。每艘配備112單元垂直發射系統，兼容鷹擊負21高超音速導彈、海紅旗負9 B 防空導彈、346臂型雙波段雷達，可同步追蹤約400個空中和水面目標。單艦綜合戰力被外界評估為超過美國現役所有驅逐艦。52D 型驅逐艦現役40艘以上。新增的雙面陣低空探測雷達，專門針對掠海飛行的反艦導彈和低空威脅。殲負20隱身戰鬥機服役數量已突破400架。2025年一年交付約120架，是美軍 F-35同期交付量的5倍。成飛5條脈動生產線全速運轉，年產量穩定在100架以上，年底總數有望突破500架。這些數據背後是中國軍工體系已經跨過的你道門檻，從追趕到做得比你多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這些裝備保衛的是什麼？是每年數萬億美元的對外貿易，是連接亞歐非的海上生命線，是波斯灣的石油，是澳大利亞的鐵礦石，是巴西的大豆，是非洲的礦產資源。沒有劍，你的瓷器再精美，別人想搶就搶；沒有劍，你的芯片再先進，別人想斷就斷；沒有劍，你的產業鏈再完整，別人想封就封。這3句話不是排比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。明朝的教訓不是賺不到錢，明朝的問題不是賺不到銀紙，是賺了銀紙沒鑄劍。這話聽起來簡單，但細想一下，這幾乎是所有商業帝國的通病。做生意的時候精明到骨子裏，一到花錢買安全就覺得是浪費。萬曆皇帝內庫對着金山，遼東軍饷只肯出10萬兩，就是這種心態的極致版本。西班牙人賺了美洲的白銀，做出了無敵艦隊，建立了殖民帝國。葡萄牙人賺了非洲的白銀，繞好望角開航線，建起了全球貿易網絡。荷蘭人賺了東方的白銀，發明了股份公司，建立了現代金融體系。歐洲人拿着白銀搞出了工業革命，搞出了近代科學，搞出了堅船利炮。大明朝呢？3大殿金碧輝煌，百萬宗室養尊處優，國庫裏的銀紙發絕霉味。結果銀紙傳給別人做了嫁衣。前面說了產業鏈的不可替代性，中國不是靠便宜勞動力，是靠別處買不到的生態位。人民幣升值2.3%，出口增長11.9%，這是不可替代性對匯率理論的勝利。但勝利和永遠勝利是兩碼事，市場保住了，保不住。市場永遠是你的，你需要劍。這個劍是能夠把經濟優勢轉化為真正支配力的東西，是讓你的產業鏈不會被幾個聯盟、幾條航線、幾場衝突打斷的東西，是讓你的銀紙真正變成威懾力、變成投射力、變成定價權的東西。軍工投入的正確理解不是算軍費賬，是算安全賬。福建艦一艘造價比一艘豪華郵輪貴不了多少。但它保衛的是整個西太平洋的海上貿易秩序，每年數萬億美元的貨物流動，每一個百分點的暢通都價值數百億美元。055驅逐艦一艘，造價約60億到80億人民幣，但它搭載的鷹擊負21導彈射程1000公里，意味着敵方航母編隊必須退到第二島鏈之外才能安全。這相當於把敵方海上力量的威懾半徑向後推了上千公里。亞丁灣護航編隊一年的費用不過幾十億人民幣。但15年間，他們保護了7200餘艘中外船舶，總價值難以估量。這些商船運的是石油、鐵礦石、芯片、電子元器件，是中國製造業的血脈。這筆賬不是軍費，是保險費。萬曆皇帝就沒算明白這筆賬，他覺得收宮殿比練兵鑄械值。結果3大殿收得再金碧輝煌，擋不住8旗鐵騎踏進山海關。那麼，怎麼才算有劍？
不是做幾艘軍艦、買幾架飛機就完事啦。試劍要比糧長得快。大明的悲劇不是沒有銀紙，是銀紙沒有變成武力，銀紙堆成山，軍隊餓死在關外。今天的中國面臨同樣的邏輯，你的產業鏈再完整，如果武力投射跟不上，你的利益邊界就只能退到人家的導彈射程之內。這跟400年前遼東軍饷發不出來是一個道理。有貨沒錢運，有錢沒處花。什麼叫劍比糧長得快？就是你的 GDP 增速7%的時候，軍費增速7.2%。2025年中國軍費預算1.78萬億元，同比增長7.2%。2026年軍費預算1.91萬億元，同比增長7%。這個增速差很少，但背後的邏輯很重要。軍隊的錢不能比發展的錢少，不是窮兵黷武，不是和美國比軍備競賽，是確保當貿易通道出現風險的時候，你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。霍爾木茲海峽、台海、南海、馬六甲海峽，每一個貿易通道都是一條血管。霍爾木茲決定啦，你有沒有油燒；台海決定了，你有沒有芯片用；南海決定了，你有沒有航線走；馬六甲決定了，你有沒有貨物流通。每一條血管都需要劍來守護。這不是擴張，這是止血，防止你的利益被切斷，防止你的血脈被叉斷，防止你的發展成果被人搶走。大明的劇本寫到中期，所有人都覺得贏麻了。萬曆3大征打完，明軍橫掃倭寇，平定叛亂，威震邊疆。誰不說大明朝威武雄壯？然後薩爾滸來了，5天3路崩盤，5萬人死傷，滿清入關，10萬人的八旗兵打敗了一個2億人口的國家。銀紙呢？萬曆年間，那全球1/3的白銀呢？堆成山的窖藏呢？都成了別人的戰利品。大明朝賺了幾百年的白銀，最後連能打仗的兵都養不起。今天的產業鏈利潤，如果只變成財報上的數字，不變成海域上的艦隊，後半段就會重走同一條路。倉裏有糧，手裏要有劍，劍要比糧長得快。大明的劇本不是不能改寫，大明的劇本之所以走向悲劇，是因為銀紙沒有變成劍。今天的中國，如果能把產業鏈的優勢轉化為軍工的實力，把貿易順差轉化為安全投入，把世界工廠的地位轉化為世界級的投射能力，不只是賣貨的帝國，更是能保住貨的帝國；不只是 Made in China， 更是 Protected by China； 不只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，更是全球貿易通道的主要維護者。銀紙賺了都要磨，劍要鋒利，才能護住你的一切。